喂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James，咁歡迎嚟到 James 乜都同你講。時間咧係2026年嘅1月20號啊，咁而家咧係晚上嘅10點啊。咁想講下一個係日本嘅快訊啦，咁係關於天氣嘅。咁咧就根據日本嘅NHK 嘅報道啦，咁就係話嚟緊嘅幾日天氣咧，由今日開始去到25號啊。咁喺日本嘅北部咧，去到西部咧。喺日本海嗰邊咧，都係會有大雪嘅。咁日本海喺邊邊咧？日本海就喺日本嘅西邊啦。咁即是話咧，係向南韓啊、中國哈爾濱啊嗰邊叫做日本海。咁個詳細內容係咁樣嘅。咁佢話咧係一個強烈嘅冬季嘅氣壓咧，咁咧就係會由21號咧去到25號，係持續㗎。咁主要咧就由日本嘅北部去到西部。喺日本海嗰邊，咁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多嘅積雪啦。咁佢呢度咧亦都話咧，即使喺平時咧係較少落雪嘅太平洋嗰邊啊，佢話太平洋嗰邊咧就喺邊度咧？就係向太平洋東面嗰邊叫太平洋嗰邊。嗰邊咧係平時因為咧太平洋嗰一個調節啦，咁就會係會暖啲嘅。今次佢就話都會係會有大雪嘅，佢哋預期嗰度會有大雪。咁佢咧就話呢幾日咧係會有長時間即係一個好可能嘅會落大雪啦。咁交通咧會受到影響。咁係一個咧係向市民一個提出一個警戒，一個係即係預警啦。咁叫市民咧就係即係你自己準備一下啦。咁我覺得希望咧呢個快訊咧就係話俾到一啲朋友們，如果你諗住係去日本玩，特別咧係去日本嘅西面啦，北邊啦，譬如北邊嘅係青森啊，呢個係叫咩啊？新潟係新潟啊，有人讀新社啊，或者係金赤啊，或者係大阪啊嗰邊全部係靠近係日本海嘅，同埋北邊一路落到去大阪都係西邊。咁佢話係會有大雪，咁大家係要自己係帶齊呢個裝備啦，即係羽絨啊，鞋亦都係着一啲即係。唔好着一啲波鞋，波鞋會濕嘅，落雨又濕晒，落雪能夠係着靴啊等等啦。咁保暖啊、頸巾啊、手襪等等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嘅短信係咁多。如果大家係喜歡嘅，俾個 like 或者係即係留言啦。多謝。